台中市有家长指控，伫咧乌日的一间私立幼儿园，有教师摕铁布甲囡仔的手绑起来，互囡仔拍咧像狗咧食饭，甚至佮甲囡仔下去弄着椅啊等等一寡不当对待的行为。即马受害6个囡仔要转学，所拢无所在要监收，教育团体就积极教育局拢无协助安置计划。幼稚园监视器翕到这穿粉红衫的老师，先行向一个囡仔，更加雄甲大力摔出去，害这囡仔的头去弄到边仔椅啊！这段影片互民众放去面册顶悬。台中乌日区某一间私立的幼儿园，互人检举讲有虐待囡仔的状况。初二有6个囡仔的家长做伙开记者会出面控诉。对一个3、4岁的小孩子这样抱起来摔。看那个影片的时候，就发现小孩子的手跟身体简直快要飞出去了。到底是有什么重大的状况，可以让一个老师那么有教的老师可以对待一个这样3、4岁的小孩？每个在不同家庭的小孩都有陈述出在学校有被老师绑手的行为。中午吃饭时间，我们问他说：“那你手被绑住要怎么吃饭？”孩子就做出小狗吃饭的行为，趴在桌上这样子吃。这是一个4岁孩子该承受的痛苦吗？家长是指控幼儿园的老师不当管教，有用脸布甲囡仔手绑掉咧，叫因倒爱学狗仔食饭，佮甲囡仔关伫便所伫内底，也是边仔用餐等等做规，造成讲囡仔回来暗时拢困袂去，半暝啊拢会起来哭，情绪无稳定。甲幼儿园讨监视画面，佮去互寄准证会，要求袂使公开。幼儿园是回应讲，影片已经交予教育局，家长若是私自公开，就是违法。因为他就违反儿少法嘛，违反那个个资法嘛，有什么不对的行为？那个影片我自己交给教育局啦，我也没有说把它隐藏起来。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批评台中未舒适虐待城市，这6个囡仔甲家长找无人协助，教育局到打阁无任何安置计划，要转学嘛找无学校要甲收。因呢是在6个家长通通没有收到教育局的任何的安置的计划，他们自己打了好多幼儿园的电话，都没有人要接受他们的小孩，所以他们是双重的压力。台中市府到查告进前是拢无回应，不过教育局7月31日报新闻稿表示，7月29接到家长的检举，随着派人去稽查，有讨到监视画面，要求这个疑似虐待老师暂时袂使去带囡仔，而且嘛有召开审查会议，一定会赶紧来查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